外面挺冷的，一会儿喂奶去多穿点衣服。去穿衣服吧。我叫姜文多杰，是三大街保护站工作人员。好在，别的这些着急的。小羊，你喂时间长了，很认人的。陌生人一起来的话，他会跟进我，不会去靠近别的那些人。脖子上拴着拱绳子的这个小羊，当时我在周乃湖的时候，它就在一个小水区嘛那种，它在那里面窝着，母羊也不在身边，我就带回来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不放出去了，因为外面下的太大了，都是小羊，它着凉了，万一到时候生病了又不好。看下午天气好了再放出去。好。都吃饱了吧，小家伙们。百姓。哎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出去看一下动物，有没有落单的小羊，那些，要是有的话，及时就救回来，不然的话，它没有母羊的照顾的话，身上的毛啊那些湿掉以后，容易死掉。再看一下新生湖的这个水位有没有增长。兄弟，你看那边有几只羊，你用望远镜望一下。好。看一下我俩，没有落单的吧？落单的没有。那行，那就去下一个点吧。好，走。那边没有啥，都正常的。可可西里山脉现在你看，下了雪，这个又不一样的一种风景。山上没有下雪的时候，动物呢它会去上山，下雪了以后吃不上草啊这些的时候，它就会下来。那我就看一下那边，就是好。山上下雪了，这雪山挺好看的啊。对，好像那边还在下。这叫新生湖，它这是咸水湖，水位呢，咱们用肉眼监测，水位要是涨起来的话，害怕冲掉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，还有整个青藏线的通讯和国家电网的全部设备就在离这儿有个13公里路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整个可可西里区域呢繁殖到7万多，接近8万只藏羚羊。在5月初到6月初，只有一个藏羚羊迁徙的一个阶段。迁徙路段呢，大的通道呢就在五大梁保护站这一块，然后呢迁徙到周乃湖。7月初到8月初是产崽的阶段，在周乃湖产崽期间呢，有一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和身体上不适应的、跟不上羊群的。跟母羊分散掉的周乃湖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呢，就会救助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这打猎的事，我就想真的很残忍，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生命，我想应该去保护。
这些救助过来这小羊呢，上园林跟母羊走散了，有牧民发现了以后送到保护站。目前为止身体状态很好的，也没有受伤，每天正常喂奶。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大围栏里面先让它适应一段时间，等1年多点，等没问题了，我们就放出去。